120年前的3月19发生枪案，前副总统吕秀莲呼吁重新启动319枪案的调查。不过淡水边后生陈志忠认为，目前重要的不是调查，是结案。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，会进一步去了解吕前副总统的诉求，敢要重新调查，会交予相关的单位做专业的判断。在医务人员的悉心照顾之下，阿扁没有问题，请大家放心。今天下午一阵枪响，引起各界震惊。所幸总统跟我有惊无险，安然无恙。亲身录影，甲全国的人民报平安。2004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，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正副总统的陈水扁甲李秀莲，在台南市拜票的时阵着枪。即马319枪击案已经20年，前副总统李秀莲阁登去立法院，呼吁重新启动调查，嘛批评过去20年司法弊端。朝野不分党派，只求真相，利用本案来确立我们的确是司法正义的国家，所以我希望贵委员会能够敦促法务部针对本案重塑调查，并追究过去20年的司法怠惰。李秀莲提出4项诉求，包括根据319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，重新启动319枪击案的调查。立法院应该监督检调单位公布相关的档案，让当事人查验核对，请立法院向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调阅资料。最后，希望调查不分党派找出真相。不过，陈水扁因后生，也就是民进党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认为讲，重新调查16年，经过马带无分压力的政府。有新的事实、新的证据，早就翻案啊！即马第一要紧的，不是重新启动调查，是结案。针对李前副总统的诉求啊，我们会进一步的去了解。至于说是不是重新调查，将由权责单位啊来做专业的判断。所有的案件，我相信人证物证都在，大家都可以去检视。迄当阵的刑事局长，也就是即马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，目前甲人证拢要伫哩，会当提供检视。针对李秀莲的陈情，立法院司委会调委吴宗宪、张嘉宾，还有立委罗志强拢持正面的态度。吴宗宪阁当场答应讲，会甲相关的资讯早登去委员会讨论。立委张启凯表示，民众党团支持重新启动调查，希望甲拿了做伙公开319枪击案的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